每日返工咁辛苦，就係想要自己住得舒服啲，有個屬於自己嘅小天地。今日帶大家睇一間好多人都夢寐以求、有天有地嘅小別墅，位置就喺星辰花園，小區環境靜，樓距闊，住得舒服，小橋流水，生活氛圍非常好。呢間屋建築面積103方，格局做得好實用，3房2廳2衛嘅設計，細細間但係5臟俱全，小家庭自住，改善住房。養老都非常之合適，一嚟到門口最方便嘅就係門口直接可以停車。入嚟門口第一樣嘢就係呢個接近50個方嘅私家大花園。如果你一直想圓一個別墅夢，但又唔想壓力太大，呢間真係值得你親自過嚟睇一睇。地段舒服，戶型實用，花園天台都有，門口又停到車，呢啲條件加埋一齊，係呢個片區真係唔多。小朋友又可以喺度跑喺度玩，放電。有花園嘅屋先叫生活。入到室內，裝修保養都好唔錯，家私電器基本齊全，可以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，唔使你再煩裝修，唔使大錢，買咗就可以直接入住，慳時間、慳心力、慳金錢。一樓客餐廳連通，採光通風都好。2樓3間房，2間衛生間，一家人住完全夠用。房間唔細唔逼狹，實用率高，住得舒服又唔浪費。主臥仲帶一個衣帽間，最驚喜嘅係呢間屋仲送咗10個方嘅天台，天台可以曬衫、種花、放雜物，甚至夜晚坐喺度吹下風、睇星星。有天台、有花園、有地下、有天有地，呢種生活質感完全唔同。我同大家總結下呢間屋嘅賣點：一、星辰花園低密度小區，靜舒服好住。2、103方小別墅，3房2廳2衛，實用率高。3、帶50個方嘅私家花園，種花、飲茶、聚會樣樣得。4、帶10個方嘅私人天台，多一份私人空間。5、門口可以停車，歸家超級方便。6、裝修新淨，拎包入住，慳時慳力。7、有天有地，別墅體驗，價錢優惠，空間夠晒大，你可以種花、種草，擺張台飲茶、BBQ。中意呢套別墅嘅朋友，直接私信我，發詳細資料、戶型圖、定位，我帶你實地睇樓，感受下真正有天有地嘅生活。